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13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天有什么新闻重点。总统蔡英文今仔颁勋章予副总统赖清德等13个政务人员，5日空就这等咧拿赢表态要参加人搁真少。因为方面通过个东北季风增强，今仔开始，咱台湾的天气落下凉冷，拜3到拜5北部上低温恐惊只有15度。台南永康的大桥派出所一个警察昨暗要掠一个失联的越南移工，发民众迄条讲伊踢这个移工，画面佮铺伫网络顶头引起争议。新闻头起身来看台南永康的大桥派出所一个警察昨暗要掠一个失联的越南移工，所后民众迄条讲这个警察一直在踢这个移工哦，画面嘛铺伫网络顶头引起争议。永康分局是表示讲，已经来进行行政调查咯，嘛来追究责任，来加强警察的教育训练。伫咧12下暗，当个永康分局警察骑顺道车咧追一个查甫人，追到永康后花山街迄搭，查甫人走来走去，就若像咧甲警方密相找。后来警方甲伊包围，总算抓着人。不过后一秒，其中一个警察煞直直斩这个查甫人，过程全拢互人翕落来，砍起咧网络，引发争议。当然是没有那么的好啦。系啊，伊就一直甲叫安尼伫遐一直哭啊，好，我足惊，我即个门个哭，我惊伊走，我去后毋知是外楼的。我感觉落去经历者啊，伊个人啊散散啊尔，甲站，因为伊是空手，伊也毋是系啊，而且搁外楼。永康分局表示，两个警察在巡逻的时阵，发现一台车的车顶无开，要甲拦查，想袂到驾驶煞吹油驶走，连续撞3个红灯，甚至拢为边仔人家厝了后，搁落车逃走。经过警方搜查，才伫永康后花山街掠到一个查甫人，发现伊是越南籍的失联移工。针对追查过程，警方若像行为无妥当，永康分局已经展开行政调查。那本分局已经展开行政调查。那警察如果属实的话，会严正追究他们的责任。警方抓到失联移工，伊则违反入出国甲移民法，送去移民署台南市专勤队办理。若执勤过程有疏失，台南警方强调会严格追究相关人员责任，继续加强警察教育训练。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中市进前传出讲，前现代大队长赖神通话鬼哦，甲办案的消息16号拔交集团。这里又搁传出部分分局侦查队一个姓林的小队长，互看到讲人伫教场的机房。今仔又搁有一个台雅分局侦查队的小队长，互调查局来约谈。台中市警察局长李文忠早起第2回是表示讲，会来加强辅导有问题的同仁哦，嘛来做倒台的对象。台中警局最近一直出问题，市警局长李文章13伫咧议会接受质询，嘛变做众人批评的对象。即摆开始，你要来整顿警戒风气，包括着一寡未爆弹。除了讲有前树现代大队长林明哲涉嫌贪污掩护拔局集团，佮泄露情报做内鬼，12又佮有武防分局侦查队小队长出现伫咧签缴集团的机房现场。警方虽然讲小队长无泄露机密，不过伊人确实就伫咧现场，佮甲嫌犯有来往。13嘛，佮再有台中台雅分局侦查队小队长，因为家宝刑办费数千块，去调查局要求说明。局长李文章嘛表示，目前有2个警察已经列做态度的对象。这个同仁如果经过我们辅导没有效果，那我们就会把它列入汰除对象。他患有偷窃癖，所以我们认为经过辅导，也经过心理咨商，我们认为无效，然后在之前又再犯。局长李文章嘛，佮再表示，针对违法违纪的同仁，照规定的先辅导，若无效果，就列做态度的对象，卖加强考核甲警纪要求。不过，真侪民众早就对警纪已经无信心。人民的保姆这样子的话，就会让民众们会没办法幸福这样。难免还是会害怕，可是我相信还是好的警察还是很多这样子。虽然警方是一再强调，若违法违纪一定严重处分，不过若讲想要挽回民众的信心，照看是佫需要一段时间。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南的安平一间火锅店，昨下晡5点外回烧，一个37岁查甫人哦，亲像是因为感情的纠纷，去店里破油菜放火，伊家己佮店里的2个人客着伤，加在火真紧就拍花。嫌犯驶这台白色轿车违规并排停伫咧路边，伊对后车厢灌一桶红色的油菜出来，今日去伊前母工作的火锅店内面，那架玻璃拱破，一个破油菜引起大火。
造成店内食饭的65岁人客骹手拢有2到15拍的小烫伤。爸爸整个烧起来啊！爸爸整个烧起来就对啊，爸爸后面出来的，他整个烧起来呢。现场规涂骹拢是红油彩，互人看了就惊。警消接到报案赶到现场，把火拍花，封锁现场，不爱互人换。37岁嫌犯敢若是感情的原因，走来遮破产。伊家己的手也去烫着，被逮捕了，赶紧把手放伫水桶内面降温。你知道伤害到人了吗？不好意思，我不知道会着火。不知道为什么着火的吗？泼油漆。他前面已经来威胁骚扰过我们很多次，我们报警也都没有用啊。是针对你吗？针对我跟我男朋友。对，我男朋友是这间店的老板。嫌犯的情报是火锅店的员工，讲嫌犯敢若是食毒，精神状况无好，警方该逮捕了，介护送病院。陈姓犯嫌因手部受伤，介护送医。初步了解为个人感情纠纷，本分局将调查完成后，依涉嫌违反刑法、公共危险、毁损、杀人未遂等罪嫌，移送地检署侦办。这边火警造成3个人受伤，其中一位26岁女性手去烫着，歪去病院；另外65岁查甫人客，也有嫌犯2个人拢送病院治疗。因那详细作案的原因，也怪调查。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哦，因为昨暗落雨，今仔北部的天气是变较凉冷，今仔早起温度是降真济，甚至有所在只有18度尔尔。气象署嘛提醒讲，这礼拜哦有2阵的东北季风，这2天会落淡薄仔雨，后一阵的东北季风拜四会影响台湾，雨水少，也毋过哦温度恐惊会降到15度。北部地区民众拜出门一定感觉变真凉，甲顶礼拜翕落的天气差真济。气象署表示，这礼拜全台湾有2波东北季风，第一波对礼拜暗时开始影响台湾，北台湾甲东半部遮风的所在，后来是互人袂负反应。不过拜二开始，落雨的区域会道道缩减。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各地的云量都是比较多，比较容易下雨哦。那到了明天一样还是类似的趋势，但是整体来说降雨的趋势会比今天稍微再更少一些些。16号礼拜四，刚才提到另外一波东北季风在增强起来，所以温度上面会略微有降低的情形。不过我们预估这一波的水汽是比较少的因为东北季风接续报道，再加上拜三变好天，气象署提醒拜三到拜五透早，伫一寡空旷的所在，有可能因为辐射冷却低温敢若15度。气象署强调讲，这几天早暗温差可能有到10度遮济。在东北部这些区域，因为比较晴朗的关系，然后再加上冷空气的影响所以相对来讲温度上面来讲会比较偏凉。那我们预估可能平地普遍来讲都会大概有17到18度左右。相信在一些比较空旷的区域或者是比较近山区稍微高一点的地方，还是有可能会出现再低一点的温度。另外，气象署嘛讲，因为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沿海地区风影大，提醒民众伫海边活动、甲海上作业的船只要加注意安全。记者林晓凯台北报道。北部这2刻暗头啊开始落雷公雨，部分所在失电包括新北市的邦桥、土城、还有桃园。台电是表示讲失电是因为天气造成的。昨暗新地香山嘛因为高压线路断去，有732户失电。落大雨，规条路沟黑暗暗，行伫咧路的爱真细腻。新北市邦桥区12暗7点45分突然间停电。徛街店面拢受影响，有门的都不能开，其他的都不能开，是不是？对，有门的不行。这个停多久了？好像有一阵，半个小时。货架的可以拿，但是冰箱不能开，就对了。OK， 有没有说什么时候会来啊？他们正在处理了，是不知道无电通用，超商也无法度印发票。当地里长提醒里民讲，因为电箱憋气才会停电，这么消防车也伫咧现场待命。台电讲是因为落大雨，和雷公卡着开关才会故障，2860户停电，收2点钟了，全部拢复电。第一次摸黑逛百货公司。进前定定停电的桃园这边也停电，桃园大江北溪内面规个暗摸摸，人客伫咧黑暗中继续睡。暗时8点18分，桃园因为落大雨，造成高压线路断线。大园区、中立区有1667户失电。1个小时吧，当然去有电的店家逛啊。对，不是所有都没电的。我们有备用电源下载，就是打开电脑，然后叫客人不要
只要经济发达就行。昨日暗8:58分，胜利香山又线路断线，造成732户停电，可能也是因为雷公雨所造成的。记者综合报道。该看工业园甲台电今仔举办虚拟电厂的研讨会，工业园园长刘伟雄是表示讲，虚拟电厂会当甲再生能源等分散的能源系统整合应用，未来若需跳电哦，虚拟电厂会当时来代替备用。今年母亲节对新北棒球的住户来讲无甲那平静，受到雷雨影响，12暗时7点外，路顶县雄雄市乌妈妈率去桃园百货公司也传出停电，人客只好伫黑暗当中来踅街。总共12暗时，包含新北棒球、桃园甲新竹香山，总共3县市，差不多有7945户不停电。台电其实在防雷、在落雷、在预测里面，其实都有做相关的一些研究。但是它如果是短期的集中的，就如同台风一样，它短期的侵袭的，那它的停电就有可能没有办法避免。台电表示，受北部地区雷雨影响，和设备故障甲线路断线，只是台湾热天常常发生雷雨。未来如何降低停电率，各界拢正关心。为强化台湾电网的韧性，工研院甲台电这单位13举行虚拟电厂发展措施甲应用案例研讨会，找来日本等3学研单位交流对谈。所谓的虚拟电厂，就是将真侪小型分散的发电也个都能设施，正确正做一个管理平台，都亲像一个稳定的电厂。万一电网欠电或是电力跳起，这时阵虚拟电厂就路用了。这些小型的电力资源可以经由 ICT 的控制的技术，在同一个时间往上或往下的调整，对于电力的稳定度、效益可以大大的提升。如果现在在全台湾各个地方，每个人家家户户都有这些再生能源的话，其实它在管理就非常需要虚拟电厂、智慧电网。所以唯有这样的帮助，让大家不会再担心这个电力系统不稳定跟不可靠。工研院表示，要让虚拟电厂能生存落来，对电力供应有贡献，也要靠政府来推动，加速虚拟电厂产业化，才能强化台湾电网的韧性。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总统蔡英文今仔颁勋章予副总统赖清德等13个政务人员，感谢因过去被当的付出。5日空特别办就职典礼，目前拿赢只有台中市长罗秀燕、各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表示讲因会参加哦。台北市长蒋万安今仔是讲，若需会当来调整市政的行程，伊就会出席。国民党的党主席朱立伦是表示，顶礼拜5已经有收到邀请了，伊嘛呼吁民进党哦，爱赶紧正面来回应社会期待。恭喜总统授勋。总统蔡英文亲身颁授勋章予副总统赖清德等13个政务人员，感谢执政团队过去8年付出。过去8年，因为有各位的携手打拼，一起让台湾跨出改革的第一里路，每一步都走得艰辛，但每一步都为我们的下一代打造了一个更好的国家。我也要祝福今天得到中山勋章的副总统，我相信在他的卓越领导之下，台湾一定会走向更光明、更美好、更灿烂的未来，也使台湾不管在国防、外交、两岸、经济、社会、医疗、科技的发展都会更上层楼。对是不是要参加5日空准总统赖清德就职典礼？那也目前有台中市长罗秀燕、家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表态要参加。台北市长拢用市政行程真无行做理由拒绝。不过台北市长蒋万安13解喙表示会请同事联络，是不是应调整市政行程？我已经请我的同仁去联系，看是否能够调整市政行程。如果可以，我就会出席5.2年就职典礼；但如果没有办法，还是依然祝福我们的新任政府未来的施政一切顺利，也能够更直接的来回应民众的期待。我们上个礼拜5的下班的时候已经收到了，那谢谢总统府的邀请。朝野的合作不会取决于是否参加典礼，真正的关键重点是不是有诚心让台湾的政治走向良性的循环，还是要恶意的毁灭。5日空就职典礼是不是要去？朱立伦无将为公示，他表示，若民进党愿意重新放开，
大家拢愿意来庆贺热清点精神，反倒倒来，那继续恶意的摧毁、反对、提告、罢免，都算什么人去，拢无法度互调解和解。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明仔载要处理华东快速道路和环岛高铁建设特别条例草案，国民党团甲民众党团合作，透过表决是有机会过关。今仔下晡党团嘛进行最后的协商哦。民进党团是表示讲，若是拿白硬要用表决跳过一套的讨论，会请行政院申请总统许可，以请立法院来复议，甚至来申请宪法改释。控诉控商大地当了，各界关心华东重建。国民党团总调北军旗顶人所提案的华东快速环岛高铁建设特别条例草案等，14会伫议会处理。国民党团甲民众党团合作因素优势之下，有希望表决通过。13下晡要进行最后一摆调解协商。不过，立法院伫批评草案是乌空国库的失速列车。整个重大建设的可行性评估，曾几何时又变成立法院来做审查？那以现在台湾重大建设来看的话，100多万，现在在做可行性评估，那是不是全部都收回，让立法院来审查？因为民众党团已经提出3读特别预算版本的修正动议，回归公布预算处理，已经得到国民党团同意。那13党团协商无成功，因为草案拢已经通过1个月协商冷冻期，相近14议会对表决。他们也签字，就会变成针对我们修正动议的部分呢，是2个党团共提修正动议，用特别预算的部分，把它删掉。你要做的话，就要用公务预算。民众所殷期盼的交通建设有任何的进展吗？如果说没有进展，现在因为3党不过半，而在野党提出来这样子一个诉求之后，又在口说违宪，这到底谁才是不想要做事的人？那被联手共度关山成功，民进党伫会议会要求政院请总统许可。各议请立法院来复议，甚至申请释宪，针对民主宪政有马上危害部分，申请暂时处分。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欧洲的访问，咱的国安局分析指出讲，中共这次的目的是要来分化欧盟的团结，甲美欧关系哦。未来恐惊嘛影响到欧洲各国甲咱台湾的关系。外交部是表示讲，目前欧洲各国拢正小挺台湾，因会继续拍拼来强化甲欧洲的关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完成访问欧洲3国，法国、塞尔维亚甲匈牙利。咱的国安局分析，中国想要分化欧盟团结甲欧美关系，研判未来也会加大干扰欧洲各国友台活动。盼修补与欧关系能重视在陆经贸利益以及美国大选增加美欧关系变数。外交部也认为，习近平未来会继续访问欧洲，或者是邀请欧洲元首访问中国。互立会观察，台湾甲欧洲各国关系是不是有可能有变化？法国也一再重申，对台湾海峡的安全跟稳定是非常重要的。经贸的议题的安全的问题，他们做一个很聪明的一个区隔。我们会持续的全世界的理念相近的国家，以台湾的优势跟他们加强关系。这几年甲咱加强交流的立陶宛，多是总统大选期间，有希望连任的总统老塞达所提出，应该将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改名做台北，来稳定立陶宛甲中国的关系。不过外交部指出，提出这议题应该是选举策略，而且老塞达伫投票了后已经改喙。他的语调已经更改了，他要持续跟台湾维持文化与经济的深化。林北一般的意义是什么？这是非常接地气的一个语言，在民间常常用这句话，可能是我们兄弟的意思。另外，要承认外交部长的吴钊燮最近甲国民党立委施卡新因为涉到外交物件互呛。吴钊燮搁伫社会媒体铺相片强调，检点立场，搁引起质疑。美洲立委表示，拜三委员会会当面质询吴钊燮，有了有激烈的攻防。记者综合报道。立陶宛今仔选总统现任的总统瑙塞达伫头一轮目前是摕到46.5%的选票支持，应该是有机会当选。也毋过若是无人摕到过半的票数，5月2日会阁来进行第2轮的投票。
支持民众拍扑啊欢迎立陶宛现任总统瑙塞达。12日总统大选已经开出的8成外的选票中，摕到超过46%的支持，大赢主要对手现任总理西莫尼特的16.5%。We should stay united and not get tired from this war because this is critically important stage of this war. And only being decisive, being productive, we can support and we can win this war. Ukraine should win this war. There is no other alternative. 瑙塞达也答应会继续要求增加对乌克兰的军援。立陶宛人口280万，这摆大选投票率超过59%，是1997年以来的新高。也毋过总统大选采取绝对多数决，若候选人得票无过半，会第26举行第2轮的投票。立陶宛是半总统制国家，总统主掌外交、国防甲安全事务。3年前，同意咱国以台湾名义设立代表处，也毋过为着修补甲中国的关系，瑙塞达顶礼拜表示，台湾代表处应该依据国际标准使用台北。选民多数也认同瑙塞达对俄国强硬立场。I think we need to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of democracy and to vote. Not only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s, but do not forget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elections, which will be in 1 month. 第2轮投票真有可能发生甲顶一届同款，由瑙塞达对决西莫尼特的情形。一般预料，瑙塞达有希望赢伫后一个5年任期。同一日也举办双重国籍修宪公投，一旦通过，持有立陶宛国籍的人无需要放弃国籍，也会当加做其他国家的公民。也毋过排除俄罗斯、白俄罗斯等无优先国家国籍。6个公投的底限真悬，需要有超过半数合格选民的赞成。公司新闻邓慧婷编译。再来看西班牙的加泰隆尼亚本地是想要独立，也毋过这几冬支持独立的民众有合照的趋势。昨议会选举结果是显示讲，西班牙总理桑切斯领导的社会党是摕到领先的实处，支持独立的定调可能会失去12党的议会控制权。由西班牙前卫生部长伊拉领导加泰隆亚社会党在议会选举当中胜利，比101年议会选举增加90%。选举期间，加泰隆亚甲西班牙其他地区关系正做不是真重要焦点，其他议题比如可化主办危机，正做主要挑战。Als partits hemos obtenido alrededor del 28% de los votos, más de 850.000 votos y 42 diputados. Los partidos independentistas, a los que manifestamos todo nuestro respeto, suman 61 escaños y un poco más del 43% de los votos. Esto nos permite afirmar que Cataluña abre una nueva etapa. 这前需要多数过半的68席，这是代表加泰隆亚社会党虽然得到上济选票，不过议员需要革命才能过半执政。不过这对西班牙总理桑切斯来讲，因为独派手头夺回加泰隆亚，因讲是一大胜利。反倒来对伫法国南部举行竞选活动，经自治区政府主席普伊格蒙特是一大失败，伊所属的专业为加泰隆亚党摕到35席，是第2。L'altra força parlamentària independentista, Esquerra Republicana, està disposada a refer ponts, està disposada a entrar en aquesta reflexió sobre els efectes de la desunió i de la manca d'una estratègia compartida. Nosaltres també hi estem. 普伊格蒙特2017年推动独立失败了后，流亡比利时，面临司法起诉。西班牙是引起数十年来上严重的政治危机。不过政府已经提出特赦，因为推动独立被起诉人普伊格蒙特有可能回国。公司新闻恩文玲编译。罗西亚的克里姆林宫是宣布讲，总统普提已经甲国防部长绍伊古换掉，换经济学家文官贝洛索夫来做国防部长。绍伊古是转入罗西亚国家安全会议的秘书长。联邦议会上议公布，绍伊古将会离开国防部长的职位，由贝洛索夫接。Очень важно вписать экономику силового блока в экономику страны.
вписать с тем, чтобы она соответствовала динамике нынешнего момента. И второе, наверное, что важно отметить, это сегодня на поле боя. 俄战争也搁伫咧拍，国防部即马交予无军事经验的经济学家贝罗索夫接，互人正意外。克里姆林宫讲，国防加国安部分的预算进前是3%，要一直提悬到最近的6.7%。总统普京和有经济背景的文官来主张国防部，确保相关支出符合国家的整体利益，也正重要。也拿绍伊古将会转任俄罗斯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被认为是主张比国防部更加高阶的职务，确保政绩的延续性。也拿实际指挥组织的参谋总长吉拉西莫夫是继续做。今年68岁绍伊古，自2012年开始担任国防部长，在俄战争的时阵是关键的决策人物。以2023年甲俄罗斯佣兵集团的瓦格纳领袖普里戈金关系变歹，当时普里戈金这场兵变失败，就被骂绍伊古是败类老小偷啊。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过来消息来看 ，Costco 的高雄店传出讲要搬去高雄软体园区的中卫区，未来卖设加油站。也毋过园区附近有民众是正反对哦，因烦恼讲会影响到交通。市政府表示讲，经过演算，未来可能会造成塞车，嘛已经要求 Costco 要提出改善的办法。这搭我高雄软体园区的高雄80期中卫区传出 Costco 高雄店未来要搬来这，预估会规划交站甲卖场，不过也未开始动工，附近的高雄园区就出现抗议布条，民众烦恼卖场无做专用车路，会互当地交通严重拍夹。因为这边只有一个唯一的出入口啊，那你唯一的出入口之后好事多来了，一定会塞车啊。对啊，只是时间段的问题而已啊。是好事，但它可以不要共用到同一条路啊。就是上班时间你已经够，就时间一定会有点仓促了，然后你又要再花更多时间在那边排这个。民众烦恼通勤的时间变长，民进党高雄市议员蒋焕忠嘛直接接到陈情的电话，有人烦恼园区甲卖场小我，另外道路搁少，人甲车变多嘛，可能影响轻铁运行。针对好事多这边开发，他们有一些疑虑，他们是希望就是说道路的部分、交通的部分是不是可以做一个处理啦？不然未来那边会严重的会影响到交通的堵塞啦，吼！议员顶个月就伫议会主审过，也是一直接到陈情的电话。市府交通局回应讲，最近要召开交通影响评估审查会议，根据车流模拟，会有4个路口伫尖峰的时塞车的情形，已经建议卖场做好减量检讨。不过到13早起也未补件。也因为土地是私人的，地主是东南安文图甲另外一间公司组成的东南美乐国际公司共同开发，这个进程也未得到回应。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婚林关哦，去年底推出一个月199块，会当坐代替婚林关5站甲市区公车，还有客运计共69条路线的 T-Pass。这个月20哦，分个增加婚林往来中华个嘉义关7个代替车头的 T-Pass， 这个月是399块。婚林关 T-Pass 公共运输的登记票，为去年12月底上路，每个月199块，会当坐原来代替公车和公共自行车。无限制坐几届，因为民众跨区通勤中华和嘉义等需求，为5月24号将开始开卖399块的月票。如果通勤都上下班通勤的话，可能相对比较可能利多吧。那可能对通勤真的是会比较划得来啊，因为我不是通勤的，对，所以可能也是会觉得有好处啦。文管府交通局表示，去年底杀出婚林关的 T-Pass， 会当坐原来5站的代替，各包含公车、客运总共69条路线。新的方案，各将中华嘉义进来7站的代替加入。我们在用人数县内的话，每日大概1200位左右哈。那我们扩充员林到民雄，我们大概有4300位左右。扩充到12个站哈，那我们可以让民众节省每个月月票，大概可以节省1000多块钱。公局就讲，原本199块的方案，包括部分台中、中华、南投，各有嘉义县市客运系统。但通勤族对代替的需求较济，现在佫增加代替中华嘉义辖区总共7站，规体经费由中央补助4000多万，文管府自行负担400万经费。记者杨文报道。
再来看宜兰县最近设230个路边的智慧停车格，也毋过民众是怨叹讲因需要协助的时，服务的电话拢卡袂通哦。还有一寡停车格画红线，到底敢会当停车咧？实在是无煞煞。路边智慧停车格有车条，民众摕悠游卡也是信用卡都会当伫附近的缴费机缴费。也毋过，宜兰县230项智慧车格是由县政府委外管理，有民众不满委外厂商客户订无用。外县市新种人士申请停车费优惠，都要提证件到委外公司申请，真无方便。新种人士停车了后上落车拢无方便，爱用比平常前搁较久的时间伫计时收费的停车场，停车费搁较贵。电信政府县政府会当予宜兰公有停车场比照路边停车提供新种者停车优惠。停车空间的收费的状况，那假如在这个地方没有另外的优惠处理，其实在他们从医疗院所到停车场或者一些状况，对他们也相对比较辛苦。所以停车费便宜一点，你会支持 ？OK 啊。OK， 这么说，为什么会觉得？便宜一点，你们有需求？因为长者比较需要。宜兰县部分非智慧化路边停车格，也互民众发现停车格有红线。这期到底敢会当停车？部分路边红线也会到外社行，这期是苏金辉。那应该是自己画的吧？为什么？对，那么歪。如果是路权机关去会社的话，当然就是由路权机关这边去做改善。那如果是私设的部分，当然是路权机关去做一个涂销的一个动作。县政府表示，智慧停车服务专线，而且厂商提供更加侪分机，民众有任何问题，也会当核询县政府交通处公有停车场新种优惠部分，会建议监视受自治条例改善。那路边标线违设问题，会来修正改善。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有统计显示，讲台湾中高龄的劳动力无到4成，甲美国、日本、韩国的6成、新加坡的7成比起来是差真侪。立法院今仔讨论中高龄者佮有高龄者就业促进法，有立委个建议讲透过互企业减税，鼓励中高龄的劳工出来食头路。根据劳动部的统计，民国111年中高龄以及高龄的劳工有495万外人，比10年前是来增加大约80万人。对劳动参与率来看，中高龄65.5%，高龄9.6%，拢创下有统计以来的新高，显示现代人平均活到80岁以上，65岁退休了后日子也真长。中高龄的劳工退休了后继续做工课意愿嘛愈来愈悬，只要身体状况会堪治，佮有友善的法规，真侪人是拢袂来排斥。退休太无聊了，找些事情做，对心情也很好啊。当然会啊，因为真的是退休完全没有事做，对心理的健康，我想大概也有影响嘛。中高龄也得看情况吧。如果是有另外的立法，当然是很好啊。不过，虽然劳工有意愿，但目前台湾中高龄的劳参率却无到4成，比美国、日本、韩国有6成，新加坡有7成，比起来是差真多。针对这个问题，有立委认为应该透过互企业减税，鼓励企业去请中高龄劳工来上班。目前行政院的版本是150，所以你说要求的100、130、150都有可能吗？那我们如果要求200可以吗？目前大院有很多委员的版本，那目前就是在党团协商这样。目前国内欠工严重，朝野立委拢认为45岁到65岁的中高龄劳工是补充劳动市场的一种选择。欠工甲高龄化是全球共同面对的问题。中高龄就业是趋势，所以目前朝野立委拢有针对中高龄甲高龄者就业促进法提出修法的版本。除了互企业减税，嘛有提案修法，要鼓励企业来建立友善中高龄的就业环境，互台湾的中高龄劳参率会当甲国际来对的调整。记者柯选谢桂林台北报道。国民党跟民众党的立委提案要修工会法，让警消人员冇做工会的权利。也毋过，劳动部长柯明春是认为讲，警消人员是公务人员，因的身份甲一般劳工无同应该按修公务人员协会法才对。去年9月，屏东明阳大火夺走4条消防人员的性命。从2004年到2016年的期间，累计殉职的消防员都有18个。消防员出生入死，24点钟轮值待命，业务各当，已经有真侪届引起社会大众关注消防员安全劳动权益。那被立委嘛提案修法，让消防人员会当依法来做工会。部长放心，组工会的目的不是罢工啦，我觉得就是不是不要用这个理由来阻挡嘛。你们的书面报告有写到说，已经把800人可以组成协会。
下降为400人，可是比起组工会，只要30个人就可以成立，这样子的人数是天差地远。国民党甲民众党是大力批评，因为现阶段消防员的专业无够，佮过劳，款药无受到重视。柯明春回应讲，消防警员的身份是公务人员，性质甲一般的劳工无共款，倾向建议修订公务人员协会法会更较适合。不过，去年10月，尾也因为到期无连续，去用退回。在兼顾稳定公务体系，也有提升警消权益两大原则之下，今年会赶紧提出草案。行政院跟考试院也在研拟就是研商修订我们公务人员协会法以这个为方向，那朝扩大还有强化公务人员的这个协商权跟决策权为目标。草案修正的重点包括增订中央3级机关协会，亲像消防人员协会或者是特种协会等等，降低成立的条件，扩大参与的范围，放入协商事项，增订负责的事项。不过，国民党立委认为讲，公务人员协会法无度保障消防员，批评相关部会根本就无咧要义，应该爱参考各国的做法，就算无法度一个手做甲周至，嘛爱赶紧修订工会法来保障消防员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今年的日本东京创新天才发明电脑，咱台湾拢总是摕到29题金牌、23题金牌，搁来特别奖哦，总成绩是排世界第一。大开关将本色等于特殊通过设计的本色糖了后，就会当将本色往下面集中。北市中正高中学生所发明的压缩本色糖，伫今年日本东京创新天才国际发明展得到1名金牌，一个青少年特别奖。在厕所常常会有卫生纸满出来掉到旁边地上不卫生的状况，固定装置的话会占据垃圾桶原本的空间，所以就把它改成伸缩式的设计。又可以压缩垃圾，又可以不需要改变你原本使用的方式，就是在垃圾桶的桶盖上面加装一个我们的压缩装置。特殊设计本色较袂落出来，也可以当容纳2倍量。作品毋但是得奖，也出自台湾新型专利。同款得到1金一个特别奖的团队，也有新北工人中学各中部学生，因利用密码轴来控制自行车安全帽的方向甲减速定号。Blinking the left lights activate the left turn signal and emit 1 Hz sound. Blinking both sides simultaneously activate the deceleration red light with both buzzer emitting 2 Hz sound. 无啊，我近目睭皮所在设有红外线监测机器。伊立马控制定调，后就会个优化密码速度量测，调整控制敏感度。中华创新发明学会指出，今年竞赛有12个120多件作品，其中台湾代表团有63件作品，得到29金、23银，6个特别奖，总成绩排名世界第一。毋望未来有更较侪优秀发明，创造商品化甲更较侪的可能性。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中华职棒成立35档哦，今年有第6队台更雄鹰，是高雄在地棒球队，球团是规划讲今年哦，伫高雄主场的60场的比赛，主播刘光斌会用台语来转播球赛，咱做伙来看卖。走2垒通过2垒，继续过站无停到3垒。台更雄鹰伫主场对阵未全量的比赛，现场主播刘光斌用台语转播，听起来是真心实。台更雄鹰是今年才新军的高雄球队，球队是邀请对野球真实、主持经验丰富的刘光斌做主播，专程用台语转播比赛。刘光斌表示讲，要安怎甲华语的用词当作是台语，搁袂走精，上重要是球迷爱听有，这是伊爱一直学习的。硬要用台语讲3个起来。3个落去足啰嗦的，我就想讲，无讲山顶山脚，当然无共字啦吼。但是你若有咧看球的人，就知影讲梁公斌咧讲这，梁 Sir 咧讲这山顶山脚，要讲啊，但是安尼大家听有。梁公斌发现，不管是讲野球，也是看野球的，会晓讲台语的人袂少，所以想要试看卖用台语转播比赛。加在球队真支持，球迷嘛真认同用台语来讲野球是较亲切，而且台更雄鹰嘛是头一个用台语转播的球队。用台语来讲规场的比赛，我感觉真正无简单。嘛做欢喜，大家会使做这个算是第一例。所以讲因的台语传播，我感觉足好的，因为对囡仔看球
会使就是一边学习台语。用布袋戏开场，佮结合《三国志》的故事，台港强因今年的宣传影片，总教练化身资格孔明，带领球队代表台港强因为高雄出发，要挑战另外5队。另外选秀的时阵，球队嘛优先选择有高雄背景的球员。我们有一个类似北伐的一个概念。那等于是球队就用结合三国的一个方式，因为我们的总教练外号叫诸葛红中，不过在实力接近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会倾向用高雄在地的选手。今年台港雄鹰主场的60场比赛，拢会推出台语的转播。刘公斌表示讲，开赛过外月，唔那听转播的球迷有增加，反应嘛拢袂歹。伊唔望未来继续做落去，让南部的球迷有正港，佮有在地特色的台语野球。记者钟义辉、邱兆勇高雄报道。再来看台东县立岛的粪扫场，昨下晡火烧哦，拍火拍几暝才拍花，也毋过哦，这早起是个真歹味。台东县的环保局则表示讲哦，是对资源回收场导火，因为风正透，导火的范围哦有0.2公顷，乡公所嘛先用土石给砍掉的，避免火搁再烧起来。12尾仔嘛，绿岛乡粪扫堆场突然导火烧起来，因为导火点伫资源回收堆场，火势真歹控制。到暗时因为风大，烧起来面积扩大。台东县消防局绿岛分队透明灌救13日时总算控制火势。今天早上，已经没有不会有往旁边的毛泥地扩大的一些风险啊，目前局限在回收场内。13日时，绿岛粪扫堆场清出的乌烟飘散伫绿岛温泉社区，臭味真歹闻，影响民众生活。台东县环保局表示，可能是资源回收部中有较会烧起来物品，伫处理的时突然导火，拖烧到粪扫场，导火原因要爱调查。是我们的这一个交互的垃圾其中有很多的这个有机质那经过厌氧发酵就会产生这个可燃性的气体如果这个条件适当的话就会引发这一个火灾了。台东县消防局估算，即摆绿岛粪扫场小面积有0.2公顷，也毋过最近几年绿岛的粪扫场差不多逐年拢会发生火警。环保局强调，台东县离岛粪扫成分目前拢恢复正常。即摆的火警毋是粪扫，而是资源回收物，呼吁民众爱确实做资源回收分类，将会当烧的会甲袂当烧的物品分别回收，避免佫发生火警。记者综合报道。有民众伫11暗时伫屏东垦丁后壁湖附近的畅水哦，发现有一只绿海龟，互钓鱼线缠着阿妈棍甲前骹。目前这只海龟已经互救起来，伫海参馆在治疗哦，也毋过有可能爱甲前骹锯掉。海龟的颔棍明显缠着线甲烟蒂，互看了真毋甘。事发伫屏东后壁湖出水口附近海域，民众汤小姐在暗时去畅水，就看到这只绿海龟互钓鱼线缠条的。快9点的时间去看到它的左前肢完全不动，我有稍微靠近，因为看到它都不动，然后有个东西挂在它身上。绿海龟伫水底的时阵，倒边头前机拢无法度收水，看起来状况无啥好。汤小姐赶紧上花找人救援，成大海洋海底研究中心接到通报了后，联络当地志工甲主管机关投入救援。游动姿势判断，就是他左前肢其实几乎没有什么动的能力了嘛。跟教练那边都找到人，跟海保署那边讲好，那我们就下去。然后上岸之后，就是现地就先把那个鱼线先剪掉，然后就送到后壁湖安检所。救援志工伫王浩文的指导下，先将钓鱼线加长，体长大约50公分的少年绿海龟，颔棍留着深深的吹痕，但佫较严重的是伊的倒边头前肌。后续救治的海参馆判断，鱼线至少长有1个月，已经造成骨头断去。那个鱼线缠绕在这左前肢的时间太久了，那造成那边已经其实有一个伤口，就是 X 光的判定是那边因为先前鱼钩鱼线的感染造成骨溶解，等于是骨头已经分离断掉了。收治伫海参馆的绿海龟投入抗生素治疗了后，目前体态甲精神袂歹。后续兽医师嘛会评估是毋是爱对伊的倒边头前肌做截肢。记者陈环宇面交管屏东报道。再来看国家卫生研究院甲环境部、佮卫生福利部等部会合作，前后8档的数字分析指出讲，若所谓当来降低 PM2.5的浓度到每立方公尺12.5微克哦，对改善空气污染、减碳，佮增加民众的回收有正大的帮助。
空气污染对健康潜在影响有真济，国家卫生研究院、甲环境部、卫福部健保资料库，也有内政部死亡统计资料等等本土的数据，下部会合作8年。最新的数据发现讲，台湾空气品质监测的指标，用液微粒仔 PM2.5，年平均的高度若降到每立方公尺12.5微克，会当达到改善空气污染、减碳、增加平均会数等等上大的效益。不降，那浓度很高，那你会生病，你要花很多钱，所以我们考量这个经济的成本，考量这个健康的成本的花费之后，发现那一个交叉点刚好在12.5左右。研究团队表示，若长期踮伫空气污染的环境内底，老人经脉量会减少，嘛会较无力，体油会增加，嘛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不过，若会当甲 PM2.5的高度降到每立方公尺12.5微克，亲像肺癌、心脏病、甲中风等等的慢性疾病，10年整体的死亡率会当降7%左右。依照这个所谓国际上的空气品质标准，大概就是12，就是12，所以我们目前是修到这个12来当做这个未来加严的一个这个目标。环境部强调讲，根据台湾本土实证研究数据。今年公告修正空气品质标准的草案，甲 PM2.5年平均标准值为目前每立方公尺15微克，变较严加12微克，而且同步调降臭氧、甲二氧化氮等等其他污染物的标准，希望尽量降低对产业的影响，创造更较健康的生活环境。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中华鹿港的龙王祭，伫昨午闹热起过咯，有真侪阵头龙王神尊，佮有龙船做伙设景祈福，嘛伫龙船比赛所在来举行开工点眼的仪式，祈求5日节爬龙船的比赛会当平安顺遂。闹热的人灵，佮有水族阵的表演，替2024年的鹿港龙王祭闹热起过。随后，众人同齐恭请龙王起驾了境祈福，要祈求今年5日节的爬龙船比赛会当一切顺利。用山时办这活动，每届吼还是扣钱来做的吼，这到今年已经45年咯。今仔有10台的这个龙船，以及咱真济在地这个艺人就要来做这个绕街。那为这开始请到龙王，咱确定来去马祖境会来请到咱的这个水仙王。鹿港龙山寺指出，上团早年鹿港居民伫举办爬龙船比赛进前，拢会恭请龙王参水仙王了境祈福。仪式伫日本统治时代停办，一直到1978年庙方恢复举办。但年拢成袂少人来看特别的龙船了境。最热烈的，最精彩。这是鹿港上特色的活动，当年拢会来参加。官府表示，中华是全台湾唯一有咧举办龙王祭典的县市。顶头参龙船一路为鹿港龙山寺行到天后宫请水仙王，下晡伫福乐溪举办龙船开工点眼落水的仪式，希望龙王庇佑今年的爬龙船比赛平安圆满。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来看台南大学自新传承艺阵的文化哦，成立民俗体育队已经30档咯。因的创意送钢钉，捌连续摕到7摆的全国冠军哦。毛去相信等内顶活动表演，咱做伙来看卖。现代音乐配合花式创意的脚步，和台湾传统的送钢顶头有新的表现。已经成立超过30档的台南大学民俗队，又搁伫2023年全国创意送钢顶头比赛摕到冠军。体育系教授蔡宗成讲，训练过程系真侪功夫。加入这个新的创新，但是是依循传统，所以表现出来会感觉比较优质，所以会跟普通的不大一样。但是基本上我是觉得这个让民俗体育能够渐渐的登上舞台经由这个师范体系的一个提倡跟优质化然后让各界还有这个学校学生所接受，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台南大学民俗队创意宋江镇连续摕到7摆的全国冠军，创新的内容唔来点庙埕看会到，一寡国内外大型活动也拢有因的影子。这款付出，就是为着一份传承台湾文化的心。从舞龙扩展到舞狮、战鼓、宋江镇等等，也曾经获得宋江镇7次的冠军，然后也培养很多这个民俗体育的人才，现在都在这个各级学校，尤其小学来从事这个民俗体育的活动。传统的艺阵除了互人看热闹，也透过台南大学民俗体育团队的表演，把珍贵的文化资产传承落去。记者综合报道。嘉义溪口有一个在地布袋戏团因最近争取到地方创新计划的补助，望讲会当进一步来打造地方的布袋戏的产业，来带动溪口的发展。布袋戏、红仔衫、雕刻、红仔头、舞台布景，这拢是演出布袋戏需要的物件。嘉义县溪口乡在地布袋戏团，甲农产品企业立个文化团队，做伙向各花卉争取到补助，要来打造布袋戏的产业。因为咧，即摆工艺已经无少年人想要做啊。咱主要是针对讲画布景、红仔衫的制作，然后雕刻红仔头这3个部分来培育下一代。计划对去年10月开始。目前做了一个有声书，已经正式的开始贩售。然后它是一个以布袋戏偶作为2个小学生的角色，介绍溪口这个所在的物件。发起这个计划之一，联谊局蒋中剧团讲，做布袋戏工艺的人愈来愈少，这嘛影响到布袋戏文化的传承，所以邀请在地产业甲文化团体，伫溪口推动布袋戏工艺的地方创新，要重振这个产业，带动溪口的发展。以某一个产业切入的这样的一个路径，它这样的路径，我觉得它已经慢慢可以有产业化的可能，然后会让地方的乡亲会真正感觉到住在溪口的某一种价值感跟自信。溪口乡公所表示，溪口在地本来就有红仔衫、红仔头，还有画布景的工作室。澳门透过这个地方创新的计划，会当让更较侪人注意到溪口，替溪口的产业发展带来新的机会。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下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4度。中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9度。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2度。东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8度。外岛地区上低19度，上悬25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